Hello，大家好，呢度係胡聲教路，我係胡師傅。今日同大家講下身後呢一台奧迪 A4L 2.0T 3.8發動機，出咗名噶啦，當年周街都係呢台車啊。咁然後佢有咩問題呢？呢部車係行駛咗8萬公里，然後呢係9年車，咁啊公里數唔多，但係呢問題就好嚴重。佢行1000公里燒1升機油，1000公里燒1升機油，其實成本真係好高，而且係好誇張啊！所以我哋今次咧同佢安排咗3個項目。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更換發動機頂嘅一個廢氣閥，因為廢氣回流閥壞咗咧，咁其實佢嗰個過濾唔到嗰啲機油啊，直接傳翻啲機油入去進氣道嗰度燒嘅。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更換氣門油封啦。咁氣門油封蝕咗咧，我哋拆咗個油封出嚟睇咧，新舊對比過咧，個氣門油封已經係硬化咗啊，然後咧個孔徑已經係擴大咗，所以咧佢係有好一部分嘅機油通過氣門油封串咗入去缸內燃燒室嗰度燒嘅。咁第三個項目咧就係進行活塞環釋放。活塞環釋放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有啲機油，我唔知佢用咩，可能有啲唔係咁好嘅機油嚇，或者積碳過多，積住咗喺嗰個活塞環嗰度。咁以前咧，活塞環卡死咧，就呢類型嘅燒機油咧，就一定要大修，一定要拆發動機出嚟做呢個大修工程嘅。咁但係依家咧就有一種特別嘅藥水，可以對發動機燃燒室進行浸泡。浸泡1晚之後咧，咁就可以溶化到活塞環上邊嘅積碳，做一個活塞環嘅釋放，等佢回復翻呢個彈力咁咧就進行刮油嘅時候咧，啲油就可以順利咁刮落去，唔使串上去燃燒室嗰度燒啦。咁3個工程落嚟咧，基本上呢部車嘅燒機油嘅狀態，基本上可以解決到8到9成。咁通過一系列嘅處理之後咧，洗埋機油油路啦，我哋同佢換埋機油啦嚇，咁成個動力咧亦都係嚟翻啦，好力翻好多，之前冇乜力嘅。咁而且咧亦都係通過呢部分工程嘅處理咧，避免咗發動機大修咁呢啲車一個大修起碼都1萬蚊左右噶啦。咁依家處理下咧都係3幾千嘅問題，咁亦都係慳到錢嘅。咁所以其實呢部車咧當年好賣嘅，都係配備咗呢款發動機嘅。咁所以有呢部分需求嘅朋友嘅車主咧，亦都可以考慮做呢部分嘅項目，去緩解翻呢個或者係解決翻呢個燒機油呢個問題嘅。